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27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81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87天。前线共发生159起战斗，在顿涅茨克的波克罗夫斯克，乌军大反攻已经夺回6个定居点，并在波克罗夫斯克西南收复一座小镇。乌军特战部队发布的战斗视频显示，他们在长达435米的死亡之路上，利用火炮和无人机重创俄军摩托化部队，给俄罗斯造成惨烈的伤亡，被乌克兰士兵戏称为波克罗夫斯克的红地毯。有分析认为，这或许是俄军在顿巴斯地区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随着俄罗斯重型装备逐渐枯竭，俄军不得不依赖摩托车冲锋，损失极为惨重。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已赴前线视察，他赞扬了部队英勇表现后称，乌军正在为进一步反攻波克罗夫斯克南部和东南方向做准备。也就是在波克罗夫斯克乌军成功的进行反攻解放了米哈伊利夫卡、新米哈伊利夫卡、泽莱内哈伊和沃洛德米夫卡4个村镇。这一消息由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和国防部情报总局发布。这个谢尔斯基还透露他正在战区工作。他强调，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仍然是前线最激烈的区域。我在战斗任务部队指挥所进行了工作，听取了各军团和旅指挥官关于当前态势的报告。局势确实复杂，敌人把主要力量集中在这一方向。这个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叫阿雷伊，在顿涅茨克地区波克罗夫斯克市附近俘虏了11名俄罗斯占领军士兵，俘虏中包括3名军事情报部门的特种部队士兵。此外，还有3名曾作为占领军成员作战的乌克兰公民被俘。这些士兵来自马科耶夫卡、基洛沃格勒和马里乌波尔城市，隶属于在顿涅茨克地区被占领组建的第110。什么意思呢？就是俄军占领了乌克兰的这些地方之后已经开始在当地就征兵。这个是沙俄苏联他们拿手好戏占领一个地方，然后把那个地方的青壮年就送到部队到前线打仗，活着说你命大，死了正好，留地不留人。这就是有计划的清除新占领的领土上的原来的原居民，这就是所谓的留地不留人。总之这个在波克罗夫斯克托尔斯泰前线，根据什么诺尔报告信息昨天乌军第37旅在顿涅茨克西部泽列尼海升旗帜，此举标志着乌军对该定居点的重新控制。在清除俄军的据点后，他们还构建了新的防御阵地。泽列尼海位于托尔斯泰的正北方向，稍早时候乌军同样收复了这块失土。此外，乌军还在数小时前打掉了顿涅茨克的俄军弹药库，它所属俄罗斯精锐叫卢比孔无人机部队。在扎波罗热方向，来自乌克兰第27叫佩切尔斯克旅国家警卫队的重型打击无人机操作员发现并摧毁了一种罕见的俄罗斯远程布雷工程系统。这个立功不小用无人机把这种罕见的远程布雷这个系统给炸了。这个俄军损失惨重乌军总参谋部证实，乌军对俄叫乌斯季卢加海港和塞兹兰炼油厂的无人机袭击获得成功。8月24日夜间，乌克兰攻击无人机同时袭击了俄罗斯政权的2个重要目标。这2个目标分别是乌斯季卢加港，这个位于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和塞兹兰炼油厂，这个在俄罗斯的叫萨马拉州。据称，乌斯季卢加港的海运港口以及为战争提供保障的塞兹兰炼油厂都遭到了。此外，俄罗斯军队在沃罗涅日州和比尔格莱德州的物流和作战供应设施也遭到了袭击。根据初步数据天然气凝析油的分流和转运装置被击中，该设施年处理能力690万吨原料。乌斯季卢加港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关键物流枢纽，该设施被用于规避制裁，即通过所谓影子舰队的油轮出口石油和天然气。前2天乌军击中的俄罗斯叫新沙赫金斯克炼油厂，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6个储油罐已被完全烧毁，另外2个受到部分损坏。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之一火灾直到8月25日晚上才被扑灭，而无人机的袭击早在8月21日就发生，也就是整整烧了4天显然乌克兰军队和情报部门正联手攻击俄罗斯能源设施，包括但不限于大型炼油厂、天然气厂、油库
和管道枢纽等。不过，就公开报道来说啊，尚未攻击俄罗斯的石油出口港，除了那个乌斯基罗加港啊，诸如位于黑海东岸的新罗西斯克，那里现在不仅是黑海舰队的新基地，也是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出口港。很有可能啊，接下来乌军啊就要打击俄罗斯的这个新罗西斯克等主要石油出口港。这个俄罗斯炼油厂大多位于该国西部地区，也就是所谓的欧洲部分的，位于乌克兰自杀式无人机和远程巡航导弹的攻击范围之内。而因为战争带来的影响，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燃料消耗量不断上升，从俄罗斯西部通往远东的燃油管道延绵数千公里，极其脆弱。这意味着乌克兰很容易就能掐断俄罗斯远东地区燃油供应。俄罗斯远东地区啊缺乏足够的炼油厂。此外啊，俄罗斯炼油厂大多采用西方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壳牌、埃克森美孚和托普索等西方公司为俄罗斯炼油厂提供主要的生产设备、软件和催化剂，尤其是后者，每1到3年就需要更换一次。在2022年战争爆发后，西方切断对俄罗斯的炼油厂的产品供应，俄罗斯被迫依赖原有的库存和第三国产品，但前者几乎已消耗殆尽，后者只能弥补部分缺口，而且产品性能和寿命等无法与西方产品相媲美，甚至很多炼油厂根本无法使用第三国产品。这个炼油厂就这样子啊，你要换这个关键设备的话，你恐怕这个也要调试很长时间，而且很难达到原有的那个质量，成本恐怕也要大幅上升。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只要击中关键设备，诸如加氢、劣化或重整装置，这能导致俄罗斯炼油厂被迫停产几个月。犹如乌军啊坚持不懈的打击俄罗斯的这些炼油厂、炼油设施啊，导致俄罗斯这个各个地方啊都出现了油荒。首先是很多加油站加不到，能加到油的价格都在跳涨。大家可以看个视频啊。有人把梦想写在蓝天上。哎呦我的妈！Просто ситуация на заправке. И сейчас громкоговоритель сказали, топливо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не стойте в очереди. Просто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е, вся та очередь не заправится. Уважаемые клиенты, топливо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这个俄罗斯的美女加油啊，可以说这个不浪费一滴油，加油站外面对吧，排着长长的队伍，这个美女要就把加油管里面的油都要抖一抖啊。俄罗斯是主要产油国啊，居然混到了这种境地啊！乌军再这么持之以恒打下去，不知道俄罗斯还能坚持多长时间啊？我们再看看外交国际援助，这个8月26日啊，德国总理梅尔茨对俄罗斯发出威胁，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举行会晤，将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制裁。梅尔茨在与加拿大总理卡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上述言论。路透社对此进行了报道。德国总理说啊，针对组织俄领导人会晤事宜，欧盟正在制定进一步的制裁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没有排除对俄罗斯征收额外惩罚性关税的可能性。梅尔茨表示啊，西方领导人预计普京和泽连斯基的会晤将在未来2周内举行，如果未能实现，球将再次落到欧洲和美国的手中。梅尔茨表示，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提出的替代方案是组织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领导人举行3方会晤。梅尔茨此前表示啊，实现乌克兰和平需要耐心，因为解决俄乌冲突是一项复杂任务。美国批准向乌克兰出售神奇武器，这个神奇武器就是3350枚远程空基导弹，命中精度10米以内。根据媒体报道啊，美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8.5亿美元、3350枚远程空基导弹、增程攻击弹药系统，并称新导弹的射程可达460公里，原概率偏差约10米。报道称，这批弹药将在6周内交付乌克兰武装部队。俄罗斯人怎么反应的呢？对此啊，俄长期在战略火箭兵部队服役的军事专家舒利金称，美国的新导弹尚未在实战中接受检验，俄罗斯防空系统均能轻松将其击落。舒利金认为，美国当前行动显然为不恰当的挑衅之举，它将促使乌克兰冲突升级。美援乌所谓神奇武器更像商
商业项目，没有任何可能改变俄乌战场局势。简单点说，就是你给的那玩意没有用，我们不怕，吓不到我们。这个所谓的增程攻击弹药啊，空对地导弹，根据美国空军武器项目办公室报告说，该导弹生产已于2025年春季开始，专门为乌克兰制造。第一阶段啊，说原型机的开发以及其集成在2024年10月至2025年4月第一阶段就完成了。第二阶段于2025年3月开始进行导弹的研究性使用，包括战斗部的集成和测试。确实啊，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啊，这个所谓的增程攻击弹药还是专门为俄罗斯研发的，为俄罗斯这些耗材定制的，太有面子。俄罗斯的耗材啊，有了自己专属导弹。挪威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亿挪威克朗新一轮军事援助，重点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啊，挪威正与德国密切合作，确保乌克兰获得强大的防空系统，以保护其国家及平民免受俄军空袭。此次合作核心是联合资助2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及配套的导弹。欧盟已准备好对俄罗斯实施第19轮制裁方案，重点是对付影子舰队和制裁漏洞。对俄罗斯真正的压力可能来自华盛顿，因为特朗普威胁要对俄实施大规模制裁或增加关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3年半以来啊，乌克兰收到全世界1500万人的3200亿个人捐款，这个不包含各国政府援助，这是民间自发的啊，就是1500万人给乌克兰捐助啊，3200亿。而俄罗斯呢，一共收到6.5亿美元捐款，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泽连斯基说啊，乌克兰现在使用自己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并且不再与华盛顿商量打击地点，这就是个质的飞跃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乌克兰正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或者说啊，特朗普对乌克兰的影响力正逐步降低啊，这意味着特朗普通过压力迫使乌克兰接受和平的能力受到削弱。这个万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候说啊，乌克兰将自行决定其领土边界。万斯说啊，美国确认乌克兰边界最终确定权将完全由公民掌握。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啊，乌克兰领土边界的最终确定权将掌握在乌克兰人民手中，乌克兰人最终自行决定其国家领土边界的划分。他强调，我们记得啊，几天前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出，普京试图重演克里米亚的剧本，试图以战争暂停来换取对被占领土的控制，甚至有传言啊，也是传言呐，说特朗普考虑要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领土。现在看啊，这一切恐怕啊仅仅都是传言。泽连斯基强调啊，乌克兰不会放弃自己的领土，而且这一问题的回答已载入宪法。欧洲各国与乌克兰共同提出了结束战争的计划，该计划拒绝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的任何侵犯，并要求克里姆林宫首先无条件全面停火，然后再进行和平谈判。万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啊，他大概说是这个意思，他说世界上任何一场战争啊，最后都是以谈判结束。他这个话说的你也不能说他说错了，但是他忽略了啊，谈判之前要达到一个什么状态。你比如说二战，那是以德国投降，对吧？日本投降为结束，后面只是签协议，签的是投降协议、投降书。你把那个投降协议当作协议，那也可以。你说谈判那也可以啊，你把人家打服了，对吧？人家跪地求饶了。但是俄乌冲突现在，你让双方怎么走到谈判桌那儿？一个双方都认为自己还可以打，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理，双方都觉得自己吃亏，双方都觉得自己不打是不行的。一个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对吧？打到邻居家去了；一个说我是为了保卫领土主权完整，我是反侵略。然后你特朗普要把这两个人拉到一起说各让一，这个很难做到啊！你看，就连停火都做不到。这个特朗普啊，他对媒体说啊，他说普京给他面子，他跟普京聊完之后啊，普京就放弃了占领整个乌克兰的这个计划，说俄罗斯同意不再进一步占领乌克兰，不再吞并乌克兰。泽连斯基啊，昨天对媒体说啊，他说俄罗斯当局声称，如果乌克兰交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他们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占领，但这并非是让步。至于俄罗斯的让步，我对此一无所知。我认为俄罗斯方面所说的同意不再进一步占领乌克兰，这不是让步。我认为他们要求我们撤出俄罗斯不控制的领土，也不是让步。他提醒说啊，甚至讨论这样的提议都超出了国际法的范围。泽连斯基说啊，目前领导人级别的会晤完全取决于莫斯科和华盛顿。那意思就是这个普京、泽连斯基、特朗普能不能会晤，
误，这个完全看普京和特朗普。泽连斯基早就做好准备了，随时这个万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也说啊，俄罗斯啊做出了重大让步，也就本来要你4个州的，现在只要你2个州了，这就是重大让步啊。这个特朗普啊，终于承认啊，说俄乌冲突不容易解决，因为俄乌领导人普京和泽连斯基互相厌恶啊。特朗普认为要结束俄乌冲突，2位领导人必须先举行会谈。他又说啊，自己同普京关系很好，还谈论过关于裁减核武器的事宜。这个特朗普在跟那个韩国总统李在明这记者会上啊，他就了解了俄乌冲突啊。特朗普说啊，我以为要结束此冲突轻而易举，实际不是这回事，非常复杂，是非常私人的问题。从他们角度而言，这2个男人私下互相厌恶，我们会尽量排解，但我想他们先行会面，他们也想我参与，我或者会或者不会，到时候再说。但我想他们先处理分歧。我时常说啊，一个巴掌拍不响。我觉得在与我会谈之前，他们应该先举行会谈，这样很可能达成协议。特朗普说啊，我每次和普京谈话都很愉快，然后不幸的是，一枚炸弹炸中基辅或某个地方，我感到非常愤怒。我觉得我们要结束战争很艰难。英国的《卫报》啊，8月25号爆料说，就在泽连斯基啊2月28号在白宫啊跟特朗普和万斯啊这个争吵以后啊，特朗普和万斯动了要换掉泽连斯基的念头。这个万斯啊随后马上就跟乌克兰的一些政治人物私下联系。这《卫报》这么说的啊，他说万斯啊不仅联系了乌克兰反对派波罗申科，还尝试接触在乌克兰人气颇高的扎卢日内，打算用其替换泽连斯基，但均被拒绝。也就是说，无论是泽连斯基的政敌波罗申科，还是呼声非常高的扎卢日内，根本就不理美国人的这个茬。这个扎卢日内表示啊，乌克兰受到了侮辱，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和平之前都不会动摇泽连斯基政权的稳定。所以这个美国人和俄罗斯人呢，想把泽连斯基给换掉，对吧？换一个投降派上来，换一个汪精卫上来，结果在乌克兰内部没人响应。我一直闹不明白啊，就是这个俄罗斯媒体啊，还有美国，他们老是渲染扎卢日内，用扎卢日内替代泽连斯基。我在想啊，扎卢日内他是个军人，他以前是乌军的总司令，他要当了总统，那他态度会更加强硬了。他当了总统，他难道还会签投降书啊，还割地求和啊？你不换了个更强硬的上来了吗？那个波罗申科啊，那更是支持乌克兰啊，反抗俄罗斯侵略。最近关于波罗申科的报道少了啊，以前那个波罗申科不是动不动就是买越野车赠给乌军，买无人机送给乌军，自己出钱买这个弹药。这个特朗普和万斯啊，他们误判了乌克兰，他们以为乌克兰有很多像胡一进老师这样的人。也正是因为啊波罗申科、扎卢日内这样的态度，让美国人感受到了乌克兰人民的这种反抗的决心。这个财联社报道啊，他说印度拟调低俄罗斯石油采购量，应对迫在眉睫的美国关税上调。作为俄罗斯原油重量级买家的印度炼油企业，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削减采购量，这是在美国即将提高关税之前做出的温和让步，同时也表明印度无意切断与莫斯科的关系。知情人士表示啊，国有炼油企业以及信实工业等私营炼油企业预计将采购日均140万至160万桶。相比之下，印度今年上半年日均进口180万桶俄罗斯原油。实际上这个里面啊有一些账是可以算的。印度的外长苏杰生啊访问这个莫斯科，因为购买俄罗斯的原油啊，这个会遭受特朗普的这个2级制裁，也就是50%的这个关税。那这个关税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俄罗斯来支付啊。俄罗斯怎么支付呢？那就是在这个油价里它的下调，对吧？原本这个油价是58美元，现在改成50美元一桶啊，就这个意思啊。否则的话，印度人怎么会吃亏呢？是最会算账的啊，印度人是最会扮猪吃老虎啊。所以这个俄罗斯给印度啊卖的越多，那就赔的越多。我们看看俄罗斯国内啊，8月26日，俄罗斯副总理德米特里·格里连科办公室表示啊，俄罗斯当局已制定约20项额外措施，旨在加强打击金融和网络欺诈。据悉，所有这些措施都将纳入第2轮打击网络诈骗的措施之中。俄罗斯数字发展部部长沙达耶夫此前表示，打击金融犯罪的新机制将于2025年秋季提交俄罗斯国家杜马审议。俄罗斯办公室就是副总理办公室澄清说啊，附加措施清单中包括限制每人持有银行卡的数量。在讨论中，政府得出结论，将每名俄罗斯人持有银行卡数量限制设定为不超过10张。这个俄罗斯国内和某个大国也一样啊，电诈是越来越频繁猖獗。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尼在接受共青团、真理报报纸采访时表示，目前
前约有9万名莫斯科人在军事行动区。索比亚宁说啊，目前大约有9万名莫斯科人在特别军事行动区，这些是被动员或签订了国防合同的人，其中一些人是职业军人。莫斯科当局支持俄罗斯军队，他强调莫斯科正在参与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战后重建，因此当局正在努力修复数千个基础设施。什么意思呢？整个莫斯科地区加上这个圣彼得堡区这2个地区好像这个加上它的卫星城，人口都将近3000万。俄罗斯那么大，人口大概1.4亿吧，还1.3亿，就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地区就占这么多人，剩下的星星散散的，有的在乌拉尔山的东部，有的在西部，有的在远东。结果莫斯科也只出了9万人，这9万人里面还有很多都是后勤部队，只有一部分是签了国防合同，是职业军人。一个车臣好像只有100万人，140万，他的部队有多少部队都10几万，完了派到乌克兰战场恐怕都好几万。也就是可以看出这个莫斯科地区这些服兵役的人有多少，对吧？他们是想方设法的逃避。最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大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大国否认媒体关于大国准备加入乌克兰国际维和部队的报道。最近不有媒体传言吗？大国要参加对乌的什么安全保障，大国外交部已经正式辟谣了，这一报道不属实，除非是联合国安理会派什么维和部队，但这个是很难的就是投票是通不过的。剩下的无论是跟谁组织什么部队到乌克兰什么搞什么安全保障，这大国也不会去的。我在上一期一个节目说了，这个纯粹是俄罗斯人他是别有用心，千方百计的想拖大国下水。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